今早起8点外，这新北市新店有一个74岁驾驶经过如意街的时阵，把这油门当作是大动的向安尼先冲出去，弄到26台轿车奥多摆。为着要降低这老大人的交通事故，就专家建议讲，会当强化科技辅具，也是有学者是认为讲，这时代换驾照的检测，就要做更较周至咧。画面内底这只轿车是驶了真凶。 规排奥多摆是互伊弄到外高起出，一个手超过20台，规个去互扫倒去。伫咧停落来进前，搁去弄到一台多管客停车。哎呦！这只多管客停车车拄插好，无到1分钟，司机人当伫咧车顶休困，去互弄着。虽然人无代志，毋过去互弄着嘛是惊一条。新车，牙齿才看的哦。有啊，新车好像我袂有啊，惊着我血压要飙高。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咧新北市新店。 规涂骹拢是机车的零件，而且阁有几只奥多摆规个变过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这个赛车弄着规排奥多摆负责人，今年74岁，有驾照。19早起8点外，伊我入去如意街，若像甲油门当作是挡啊，向失去控制，抓直冲去，造成26台汽机车受害。一回头看的就是那个黑影当刷过去，他是说他不小心把那个油门当刹车踩，他是自己这样讲。被撞下来啊！你看。 整个都毁掉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发动啊。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这伙人骑车赛车发生交通事故，从2019年39000件，2020年44000件，一直到去年已经压关到56000件，而且当年是愈来愈多。 未来是不是可以有鼓励用科技的部分确认呢？前面可能有车或什么之类，根本不适合加油的情况，它会配合这种外在这种科技的 sensor 直接来去处理这些议题。照目前的规定，民众满75岁，每3年都要定期换照。为了强化交通的安全，交通部已告修法，无分年岁，只要逢认定是高风险的驾驶人，会按违规的程度来分级。 分核法也是换发2年至6年短期的驾照，按算10月底实施。台湾目前就是3个测验在筛，有一点点太简单了。还有一群他可能轻度失智、认知退化、反应速度慢，或者是多重功能上面都有轻度的一些退化。这个目前的筛选是没有办法抓到。为了提升这伙人的交通安全，专家毋但提出完整科技的辅助，嘛建议强化大众运输的普及性。有学者认为讲。 这伙人换发驾照，相关的评估甲测验，目前拢伤过落错，无法度筛选出所有潜在高风险的对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